我哋知道咧，呢個世界上好多事情咧係冇辦法控制，但係真正遇到對自己唔公平嘅事，難免咧都係會激氣。呢本書低效努力就要話俾你知道，努力咧唔係唔啱，但係你要揾啱方法。好多人認為努力係認真做事就會被看見，嚴格自律咁過生活，但係往往咧個成果係不如預期嘅。就好似你下定決心要自律生活，唔再去成日都碌手機去追劇，結果咧你又做咗啲開始自責啊，陷入呢個自我內耗啊。點解究竟點樣先至可以有心有力咁去做到真正嘅自律呢？但係你唔係話認真自律唔好，而係咧你需要揾到啱嘅方法。有啲人咧想擺脫自卑，建立自我肯定，唔俾外界評價，接納自己。佢嘅做法咧就係不斷咁考好多證書啊，讀好多課程啊，去證明自己啊，討好自己啊。咁作者咧就話：你喺度做緊嘅唔係愛自己，你係為自愛附加好多條件。呢本書咧低效努力將會有3個方面：工作學習嘅假努力啦，人際關係嘅自我感動只會將人越推越遠，同埋提升認知，但係方向錯咗，一切都白費。探索17個角度，去帶你發現努力同回報唔成正比嘅原因係乜嘢？咁呢本書咧最正嘅地方咧就係佢每一個章節啊，最後都會有作者嘅一啲書籍推薦啊，咁令到讀者咧可以揾嚟睇下，行出假努力嘅陷阱。你努力嘅姿態咧好靚啊，請你一直向住更好嘅生活努力落去啊！你需要嘅可能只係一個更加方便嘅道路。多數人呢會將自律同認真努力去畫上等號，要自律先能夠有好生活，但係咪真係咁呢？喺網絡上咧見到好多網友分享自己咧點樣去準備嗰啲食每一餐啊，點樣食幾多個健康啊，幾乎咧每日都去健身室去報到呢啲規律嘅生活。咁樣嘅生活咧令你都下定決心啊，開始咁樣做，強迫自己咧去健身房，可能至少1個鐘啦都唔會離開嘅。咁希望可以一次過咧改晒自己一啲壞習慣啦，自己未習慣嘅飲食方式，強迫自己去改變。每次一開始咧都好認真嘅，但好快咧又會開始自責，因為意志力不足啦，甚至乎放棄咗。作者就話啦，你一定要放低必須自律，建立咧不自律預期心理。喂，咁咪會好容易一事無成？咁你可能會咁樣問噶，咁說明咗2個問題。第一，你仲係未搞清楚自己到底係要努力啊，定係自律，同埋你唔信任你自己。當你決定去做某一件事，做好規劃嘅時候咧，你係咪會幻想每一日咧都非常之自律咁按照喺度去做緊啦？但係成效咧都係不似預期，反而令你越嚟越焦慮。我哋咧一日咧係冇辦法做好多嘢，一日咧照住一件就好噶啦，無論多定係少。只要有做咧，其實都係成長。作者話咧，與其管理時間，你不如花時間去管理情緒啊！放棄一鳴驚人嘅自戀幻想，建立合理預期目標，拋棄製造焦慮嘅計劃管理，學識咧去為時間留白。時間管理嘅高手咧，都係先穩定情緒，先至再擠啲時間出嚟嘅。鬆散嘅計劃咧，係唔會令你懶惰嘅，相反咧，佢會令你進入一個向往努力、想要努力嘅正向循環。人呢係群體動物，除咗團隊精神之外，亦都想有人陪自己。而尋找另一半條件呢，多數都係希望，佢要有上進心啦，要孝順啦，人工要高啦，身材好啦。但係實質上呢，呢啲可能都係缺乏安全感。你想揾一個高薪對象，後尾呢，你會發現，揾對象嘅條件幾乎都係睇外在，缺乏咗內在。作者就話，因為你唔知道真正要嘅係乜嘢啊，或者你揾到個高富帥嘅人，認為未來嘅生活咧就會你唔使擔憂啦。但係未來嘅事邊個會知道呢？如果對方係一個花心嘅人，你會唔會因為佢好錢多而忍佢，定係你會瀟灑離開呢？先將愛好好填滿自己，就能夠知道自己嘅需求，亦都能夠避開好多花心嘅人。喺感情上為對方掏心掏肺付出咗好多，最後對方
好似睇唔到咁啊，反而離開你遠去，令你咧覺得好難過，甚至咧有可能咧你轉成咗怨恨。你付出咗咁多，點解對方仲係會離開呢？作者就話啦，你所認為嘅付出，其實好可能根本都唔係對方想要。你為對方做好多事，例如咧你去接佢收工啦，你每日準備3餐俾佢啦，你認為呢個係愛嘅表現，但你都冇問過對方嘅意思，亦都冇關注佢嘅表情同埋言語。對方認為太過拘束啦，好似俾人綁得太實啦，冇喘息嘅空間啊，導致最後分手啊。其實你做嘅一切都係自我感動，主動送禮物咧都係自我感動嘅心態，唔係話送禮物唔啱。每個人咧都中意驚喜，但喺發生爭吵嘅時候，你回避對方唔想溝通，淨係想用送禮物嘅方式去令對方息怒。或者啲朋友同事見到咧會覺得你好貼心，但喺伴侶睇落去咧你喺度逃避緊，你就係用物質去填塞。其實對方咧唔係話真係想要你送好多嘢，或者佢只係想要一個溫暖嘅擁抱。作者咧就話啦，詢問對方嘅需求咧唔係直接問，喂，你想要啲咩啊？你可以改成咧，可唔可以同我傾下你嘅近況啊？或者有冇試過啲時刻咧令你覺得被愛噶？感情除咗行動之外，亦都需要傾聽對方嘅聲音，並且給予足夠嘅安全感。愛其實唔難嘅，但係需要傾聽同埋呵護咯。假如咧你都想做自媒體、拍片、寫作、傳達力量、影響身邊嘅人，你開始咧賣課程啊，準備啲設備啊，諗下想象緊未來咧係能夠得到好多人嘅感謝啊。但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發覺冇人睇你嘅作品，亦都得唔到回饋，就放棄啦。當你嘅內心有呢個諗法，你就要問自己，究竟你係為自己而做，定係個社會推動你而去做呢？人之所以不斷追求價值同意義咧，其實係資本主義對人剝削形式嘅升級。作者提咗3個方法，令到你咧唔好再過度關注未來。由關注結果去到關注心流。過度關注未來咧係唔會開心嘅，不如咧你將個目光咧轉翻去個過程嗰度啊。第二，由關注貧乏到關注富足。與其咧你瞓喺張床度亂諗嘢，不如回顧下今日你度過咗美好嘅一天。例如咧你早上食咗一個好好食嘅早餐，出街翻工嘅時候咧經過啲樹林啊，行過公園啊，見到啲好有趣嘅事。其實好細嘅事情咧都能夠令到你呢一日變成美好嘅一天。最緊要都係學識感恩。第三樣，喺千篇一律嘅正確裏面，勇敢追求錯誤性，允許自己偷懶，允許自己犯錯，允許自己保持一切皆有可能發生呢個心態。我哋咧唔係淨係要執行正確正經嘅機器嚟噶嘛，我哋要識玩，識犯錯，先可以活出人嘅樣。社會經濟咧越嚟越險峻啊！新聞咧報道咧失業嘅人口咧好越嚟越多，好多鋪頭執笠，令到咧有啲人咧意識到咧佢一定要成長，但係咧以為自我成長就可以迎嚟完美嘅結局，但係問題不斷咁延伸。當你不斷追求成長，你望翻轉頭咧，你發覺其實冇任何事情可以依靠，所有問題同埋無限嘅未來，身邊嘅人都冇辦法去指點你。成長係咁可怕，咁不如維持現狀啦，梗係唔得啦。個世界不停咁變緊，而且越嚟越變得越快。如果而家就算對你冇影響，唔代表你能夠之後都一直維持現狀。成長雖然係有代價，啱啱開始咧一無所知，麻木咁去努力，可能你會感到驚慌。所以你需要學識點去調適。第一，改變對童話劇本嘅執念，建立終身成長嘅信念，放棄咧只要成長就能夠完美嘅想法，保持住合理嘅預期。接納終身成長。第二，接受自己咧好渺小噶，重燃咧敬畏之情。我哋之所以咧好害怕成長啦，可能係我哋將自己諗得太偉大啦，或者喺個自我成長嘅過程裏面，你會覺得身邊嘅人都冇進步，講完佢哋又聽唔明，唔講算啦。但係無論係屋企人、朋友，甚至係同事，你都唔好忘記要保持一份敬畏嘅心。成長唔單止係外在技能增強，亦都能夠滿足內在嘅心靈，他人嘅生活溫暖同埋愛，我哋同樣都能夠獲得好多。成長過程裏面見到人前進好多，自己卻一直停留喺原地，你就覺得好煩惱。其實
你冇成長，只係因為我哋好容易會放大缺點，縮小優點。你可以呢攞本簿記錄自己做過啲乜嘢，將佢寫低一個進度，你會發現原來你都行咗好遠㗎喇噃。唔知你有冇聽過一句說話：活到老，學到老。成長唔使快嘅，但係要慢慢行咯。佢需要嘅係持續咁嘅養成，每日進步1%。成長嘅最終目標就係等到你7老80嘅時候，仍然好似年輕時期咁熱衷學習。當你喺成長路上發生內耗，可以再攞起呢本書提醒自己，其實你唔需要好完美噶，你只需要持續咁去做好就得噶啦。冇人係完美嘅，包括所謂嘅成功人士。生活呢係應該有彈性，而唔係機械人嚟嘅。咁樣你先會活得長久，活得快樂。東哥說故事，每日一集，15分鐘內將一本好書講晒俾你知道，冇廣告冇廢話，幾忙都可以聽。耳朵學習法，邊走邊聽，先用零碎嘅時間坐車、瞓覺、健身都啱聽。終身學習，聽完即刻用得着，即刻訂閱我哋，一齊用耳朵改變人生。